犹豫，而且呢，在前面通通狡猾环节当中呢，非常轻松。真轻松啊！哎，阿珍给人感觉到，虽然我是被召唤而来，但是我要用我的行动来证明，我才是真正的王者。好，忐忑齿轮。非常漂亮，一剑入魂，没有问题哇！忘了，不好意思。不出手就出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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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出手就出局。他现在面对这个人生一串，好的，哇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你看他过这个多么轻松，哇！哎呦，我怎么？太棒了！真不错呀！好，阿珍呢？哎，一个假动作，虚晃一枪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小丑，我们智慧，我们才是小丑。全村的希望看来是。对，我们这个销售前台这边已经燃起来了，非常的激动。对，销售鬼才，对，都指望着他了啊。好的，哦，哇，非常灵巧哈。这是。没想到啊，真的被一笔勾销了。轻敌了呀，轻敌了！小小铅笔竟然把我们的真大魔王给抬下水了。